迪士尼樂園今日起喺4個星期之內進行多場嘅彩排，為下個月嘅開幕做好準備。首日嘅彩排主要係俾樂園嘅員工同埋家屬試玩。記者陳佩瑩呢，而家就喺迪士尼樂園外面㗎。係啦，今日嘅彩排呢，有冇好似之前試玩咁樣呢？有機動遊戲出現故障呢？李俊娜，咁我之前呢同一啲嚟試玩嘅市民就傾過，咁佢哋話咧樂園裡面嘅機動遊戲都係運作正常㗎，咁只係部分嘅入閘機可能由於係人太多個關係啦，就收飛嘅速度係慢啲。咁佢哋對香港迪士尼樂園呢，整體嘅感覺都係覺得呢度嘅規模係比外國嘅係細啲，咁不過親切感就多啲。咁今晚喺呢一度呢，會好似開幕之後一樣，8點正會舉行煙花匯演。咁迪士尼就希望呢係做好所有嘅準備，為呢開幕係作最後嘅準備㗎。有晒準備喎！大批香港迪士尼樂園嘅員工同家屬一早冒雨嚟到樂園，更有人悉心打扮一番。好開心啊！好興奮啊！點解？今日第一日啊嘛，總彩排。迪士尼嘅一班主角自然最受歡迎，唔少人仲買咗好多紀念品。咁玩咗大半日，佢哋對香港迪士尼樂園留下唔同嘅印象。都 OK 啦嚇，即係我覺得同外國差唔多啦。初入去嘅時候咧，就我諗佢嗰啲機咧可能未 ready 好咧，入飛嗰度係會有啲困難咯。開心到唔想返屋企。迪士尼樂園表示，大部分設施已經進入最後準備階段，希望借總彩排作出相應調整，亦俾機會員工排練下。We are in a period of test and adjust, and that's part of the process we go through to get ready for the actual opening on September 12th. 喺未來4個星期，總共有18場彩排。迪士尼會邀請唔同人士，包括合作夥伴、旅遊業界同慈善團體嚟試玩。另外呢，迪士尼就同地鐵推出1日嘅乘車證，連入場券套票喺地鐵香港站發售。咁市民用完車飛之後可以保留作紀念。咁我度報道係咁多，將時間交翻俾李津。唔該你。迪士尼公園嘅各種交通配套咧，今日開始運作，附近嘅迪欣湖咧亦都開放俾市民去玩。雖然天氣唔穩定，但都吸引咗唔少人去參觀㗎。朝早9點，迪欣湖正式啟用，有市民第一時間嚟參觀。有人一家大細率先嚟感受下迪欣湖可以有幾歡欣。我個名叫做何迪欣，同呢個迪欣湖嘅寫法都一樣，所以今日就特登嚟睇下。77歲嘅陳婆婆曾經到過全世界所有嘅迪士尼樂園，佢話天氣唔好，但冇影響到佢遊湖嘅心情。車錢唔係好貴，幾好啊！當晨運啦，行下嚟啊，咁啊唞下望下，好過響石屎森林。有本地旅行團亦都開始帶團嚟參觀，由迪欣湖加午餐，每位收68到88蚊不等。旅行社話，而家已經有12000人報咗名。迪欣湖係全港最大嘅人工湖，沿湖有一條1500米嘅緩跑徑，市民喺迪士尼交通交匯處可以坐巴士嚟迪欣湖免費參觀。